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7号。这期咱们聊聊反腐。最近这个央视好像出了一个系列片，就是叫2025年年度反腐大片呢，叫反腐为了人民。它一共是好几集我是碰巧看到了一集，是它的第2集，叫丰府同察同治。我有印象好像是不是每年央视的搞一次什么反腐大片呢？把很多贪官这个他的忏悔，对着镜头忏悔把这个案子查办过程都会做成一个专题片，然后都是好几集是个系列片，然后播放。我记得我以前还转发过。今天他这个反腐为了人民第2集叫丰府同察同治。他这个里面主要是披露这个山西省运城市车辆管理所多名民辅警，就是民警和辅警侵害群众利益案。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小官，甚至他都不是官，他只是有公职公务员，甚至有的他都不是公务员，他是辅警，辅警是合同工嘛。就这些人他贪污，我们总是说网友经常说你打那巨贪呢，大家只是看个热闹，好像跟咱们关系不大。就那些人干的坏事贪不贪的，普通人似乎感受不到，好像换谁都一样。但是你身边的这种小贪，那我们经常感受得到，就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呢。你比如说这个山西运城车辆管理所，这个就在你验车什么机动车什么处理等等这一块贪污腐败，那大家知道吧？我们现在有车的人是占多数吧？那城市里面每个人有辆车很正常，那你在验车的时候恐怕就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些小贪它反而直接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能直接让我们感受到你没有钱就不行，你就得送钱，就让我们直接能感受到权力的任性呢。他这个片子里面介绍说这个在运城市车管所有女辅警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累计收受47万元。最离奇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这每个红包就10块20块为什么要给这个女辅警10块20块的红包呢？往往都是车贩子车托给这个女辅警送红包。送红包的目的是为了车辆过户的时候能快一点，他就能把你的档案往前放。这意思就我就想到了这个清朝那个太监李莲英不管你是官居极品，你就是太子太傅，你就是这个叫什么李鸿章这样的，你也得给他送礼，你得贿赂他。如果你贿赂了李莲英，他就会在慈禧心情好的时候把你的奏折递给慈禧，这个慈禧心情一好你这事说不定就过去了，大事就变成小事，小事就没事小的功劳变成大的功劳，因为老佛爷心情好如果李莲英不高兴，你得罪了李莲英，或者你没有给他送礼，那李莲英也可能趁着老佛爷不高兴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把你折子递上去。那你想想会是什么一个结果？我又想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你喜欢看历史的人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那位托服务员，对吧？给更重要的人打报告，特地嘱咐要等他休息的好，身体好，状态好的时候递上去。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看似职位不高不重要的人，但是他往往权力很大。关于这个反腐为了人民这个叫丰府同察同治第2集，大家可以看视频事情的由来是有不少举报信反映，车管所工作人员和一些车辆检测公司、机动车代办员内外勾结，在大货车上户、过户、年审等业务上收取好处费，为超重违规车辆大开绿灯，同时对合规车辆则拖延刁难，致使车主只得多花钱找代办员，也就是俗称的车托，才能顺利办理。市纪委监委和市公安局对这一反应高度重视，经过联合深入调查，发现果然不少货车司机都怨声载道。就各种刁难你了嘛，你必须找托嘛，你找那个黄牛你才能审过去嘛。就是黑车上的手续你也给钱，你不给他办不了，对吧？要是能办得了，比如说1毛钱1分钱咱也不给他。机动车代办本是一项正规业务，前提是收取合理服务费，车主自愿选择。但这些车主们反映的情况显然很不正常。审核岗的民警收了好处费以后，就会给你插队办理；没有给好处费的人呢，只能老实排队。查验岗的民警呢，只要给了好处费，即使是违规的车辆，也能予以过审。
受理岗如果不给好处费，就会以字迹不清、印章不显等理由变相的卡腰。档案岗呢，给了好处费以后呢，办理速度就会明显加快。每一个岗位虽然分工不同啊，但是基本上都是雁过拔毛。个人贪腐金额最大的是查验岗民警杜鹃民，他在这个岗位上短短4年时间收受贿赂达165.4万元。查验岗直接负责车辆外观查验，作为正式民警，查验车辆能不能过关，杜鹃民有很大的话语权。想起来我心里边都恨我自己，你欺占了老百姓的利益啊！这你说什么你都说不过去啊！杜鹃民2019年一踏上这个岗位，就有许多车托来向他献殷勤。他下班总到一家球馆打乒乓球，就有车托跑到球馆制造偶遇，主动帮他办卡充值、洗车加油一类事情，也总有人代劳。杜鹃民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岗位的含金量。给他洗车和加油的这件事儿，都是一群车托要抢着去做的。从刚开始的洗车加油，到不断有人给他拿钱，他甚至到后来都会觉得，我收这个钱就合理啊。你这个车有问题，我还要担风险，这好像就是我的风险费一样。超重超限的违规车辆，即使道路上的安全隐患，也会大大影响道路使用寿命，危害性相当大。但总有些运输经营主体为了多拉货、多挣钱，无视风险；也总有一帮车托为了利益帮他们违规操作。在当地，正常货车上户，车托会收取1000元左右费用，而对违规货车，车托则要收8000到2万元不等。其中一部分钱用来买通车检公司，让他们在给车辆称重时，通过在地磅下加装千斤顶，或者前轮上磅后轮不上等方式作弊，帮助超重车辆过检。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这辆车现在的实际重量是18.7，你看现在它的前轮后轮全部在这个地磅上，这是它的真实重量。现在就明显已经超重了。他们当时怎么使这个重量达到标准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我让司机把车往后倒一倒，好吧？往后倒一点。好了。你可以看一下这块，这是咱们的地磅，检测用的地磅，这边是路面。现在这个轮胎有一半都压在路面上，那么它称重的重量实际上就是前半身的重量，后半身这一节的重量它实际上就没有称到。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现在这个重量就是13.1吨，这个符合国家的标准。刚才咱们整个轮子压上去以后，实际上是18点多。随后，车托就拿着弄虚作假的车辆检验报告到车管所办理上户、年审等手续，通过向查验民警行贿，让他顺利签字放行。杜鹃民每放过一辆违规货车，可以分得2-3千元。尝到甜头后，杜鹃民的贪欲日益膨胀，从一开始的收钱办事，逐渐发展到不给钱就不办事。不仅不合规的车收取好处费，正常车辆不给钱也会被刁难，合规的代办业务也被迫要向他进贡。说你行你就行嘛，不行也行嘛，说你不行就不行嘛，你行也不行。反光条不整齐啊，车身太脏啊，棚杆不齐啊，档量号不清啊，是吧？车身车帽啊，那可以都可以随便找一个毛病。那个人就是只认一个字，钱。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普通群众根本就办不了，不得不高价委托车托，代办车辆检测业务，而车托呢，就充当了这个杜鹃民的白手套。车托送的每一分钱，归根结底还是出在车主身上，侵害的还是百姓利益。杜鹃民收钱的方式也堪称明目张胆，每到周五就有不少车托在他办公室门外排队等着送钱。他的所作所为，连给他送钱的车托都怨声载道。
如果你1周之内没有结，到下一周你的车就上不了线，或者上线之后就会被无数次的刁难。他都跟我说，就有点像充会员，行吗？你这周的会员到期了，下周如果你不及时充会员，你就捡不了这个车。我想这个视频看完了，大家也明白了，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下有下道，鳖有鳖路啊！人人都有生财之道。你看，权力就这么任性，只要你想赚钱，那太容易了。我们并不是说要去了解山西运城的这个车管所的人是如何的腐败，如何的作恶多端，这些并不重要。我们要讨论的是，你把这些人抓了，那这些岗位又有别的人补上了，那别的人能不能洁身自好？如何保证这个车管所的其他的民辅警，对吧？就杜绝了腐败。这么抓能不能抓得完？能不能彻底的根除腐败？这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要不然我们每年都会看到这样的纪录片。俗话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人。这个话恐怕也不全对有点绝对，但是至少一个好的制度，它会保证一个好人不能变成坏人。当我们看到这个纪录片里面这些贪官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也是一种无奈他们本来都是一些普通人，为什么就上了央视要忏悔？就是我们排除他自身的原因就他贪欲望。我想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吧？人性的弱点嘛，谁没有呢？那怎么样防止本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深深变成了坏人，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感兴趣的。首先一个这种严惩这个是对的，对吧？对贪污分子绝不手软，对反腐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什么让腐败分子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这是第一个但是我认为你惩罚犯罪分子，惩罚这是腐败，那是最后的手段，那是这个人已经腐败了，造成了后果，所以要严惩他。这就像那个扁鹊治病对吧？他说我虽然厉害，但是我哥更厉害，因为我哥可以预防人生病，但是我的名气比他大，那是因为我哥的吧，把人家病都预防了，人家没有病，所以不出他的这个名气他的医术。所以我们说你这种严惩腐败是非常有必要，但是他已经晚了，对吧？人已经变坏了，完了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后果，你惩罚他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最好是叫预防腐败，防止腐败。那防止腐败靠什么呢？教育很有用，像这种拍纪录片，对吧？让这些犯罪分子在电视上忏悔，痛哭流涕，悔不该当初，来震慑那些在这些岗位上手中有点权力的，有可能会腐败的人，对吧？你们学学他，你要是腐败贪污，你总有一天会走上电视台，对着镜头忏悔。这种教育也有用，现在很多地方都组织那些干部到监狱参观，跟那个贪污犯呢做一些交流，引以为戒呢。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必要。这是教育嘛。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更重要，无论是教育，事前的教育还是事后的严惩，似乎还不能根治腐败。你事前教育就是打预防针，有的人对吧，对你的预防针有叫排斥性、排异性或者叫抗敏，打了也没用。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过程的监督，也就是让他有权利，他贪不了。你这个让他不想贪，这个要求太高了，这要求这个人道德层次道德感要爆棚，这种不太容易，对吧？虽然你通过教育可以达到一定目的，但是不能根治。不敢贪也一样，无非就是你惩罚他，让他身败名裂，让他坐大牢。但是有人还是要铤而走险的，因为他知道被抓住的是少数，绝大部分人呢都安然无恙。我就那么倒霉吗？对吧？我再小心点就行了，小心翼翼。所以你让他不敢贪也不能解决问题，他还会铤而走险。所以重点是不能贪。什么叫不能贪呢？那就是加强监督。他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有人在监督他。谁监督他？媒体、群众、他的同事、他的领导，就是都能监督他。不是自己人监督自己，或者叫不能仅限于自己人监督自己，应该是放开监督。媒体可以监督，群众可以监督，你只有这样他才叫不敢贪。谁能制约这些官小但是权力大？你别看他没有级别，但是人家权力非常大，不让你过你就是过不了，对吧？他随时可以找你车一个毛病，车容车貌车况不好，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大连的号码不清，就不让你过，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个行使权力必须有人监督。如果这个群众在验车的过程中或者车检的过程中觉得遭遇到不公，他马上一个通畅的渠道可以向上反映，上面马上就能处理。如果有媒体对吧可以跟进报道，
监督，那么这个贪污分子啊，他恐怕就不敢。实际上这也挽救了他。但这个验车的司机啊，车主交钱，对吧？你这车就不超重，不交钱就超重。那最主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快速的、便捷的申诉的渠道？如果你有一个快捷有用的这种申诉渠道，对吧？你说我不合格，我马上就找别人去。这样的一个小的检测岗位啊，居然是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你不过你就过不了，他说你过你就过了，那你说这个权利多爽啊！而且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最终呢不仅害了他自己，对吧？也让这个群众啊心凉。所以咱们一直说啊，解决问题的人实际上他就是制造问题的。哎，这个车检员呢，通过制造问题来赚钱，对吧？刚开始是你有事儿你送钱给他，他让你过，慢慢的过渡到什么？没事你也得给他送钱，不送钱他给你找点事让你过不了，这不充分的体现了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吗？他就通过制造问题赚钱，贪污敛财，这些都是缺乏监督啊，权力缺乏制约。哎，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把这些人抓了，换一批人来，那怎么保证新的这一批人他就老实了呢？这是对人性的考验呢。你让那个老鼠啊守粮仓，你这是考验老鼠呗。所以大家看一看问题出在哪儿，由此啊我们再扩展一下，实际上这个就是权力的任性呢。你说权力的任性，它不仅体现在这个车辆检测上面，工商、税务、公安，但凡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肆意妄为，任性。什么叫任性啊？任由他解释，上面没有制约，想怎么干怎么干。所以说有远洋捕捞啊，所以说要倒查，哎，多少年让你补税啊。以前地方政府这个企业的一些叫政策啊，或者叫补贴，事后还追回。这些权力的任性啊，它不光啊说给这个群众啊带来损失，生活带来不便，它最主要的是造成营商环境急剧恶化。这个营商环境一恶化，劣币逐良币，对吧？很多企业啊就关门算了，一关门那就业啊就更成问题，失业的更多，这不叫恶性循环吗？恐怖螺旋呢？为什么山西的车管所会出问题呢？哎，这当然了，这个也是个巧合啊。我想啊，给那个山西的那个卡车超重啊，恐怕很出名啊，因为山西运城煤呀、拉煤的车特别多。你拉煤嘛，大家都知道啊，你要不超重，你不赚钱。我开车走高速啊，都不太愿意走山西那一段，就一路上拉煤的车特别多。所以你这个货车车检的时候，超重还是不超重，全部在人家的一念之间，全看人家心情好坏。说来说去啊，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权力不在笼子里面，必然会造成什么？每个岗位都会叫雁过拔毛，这个慢慢的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无解。所以应该研究和加强监督，否则啊，只会是周而复始。实际上我认为这些贪官都是倒霉蛋，换种说法啊，就把任何人放在位置上面都有可能犯错误，因为你面前都是坑啊，都是为对人性的考验，对吧？这个钱要还是不要？人总是有贪欲的，钱不要，那美色呢？总有一东西你是要的，对吧？总有一种东西能打动你。那你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考验，这个接受这个考验的人有几个能过关呢？对吧？为什么把一个人放在这么危险的位置上面？所以本质上啊，他们也是倒霉蛋。当然了，有人说他活该，是的，是活该啊，自身原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眼睛，几千只眼睛一直盯着他，让他想坏也坏不了，这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啊，这才是对群众负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